参加这个读经会考，这是关到世界总办的，是世界性的不是有台湾而已。那我们从洛杉矶回来。各主线领导全年的一个支持一个协助使得总会跟世界总会来办理这个活动，也可以说也受到我们当今政府的一个肯定尤其秦总统也是拨时间莅临来主导，使得我们一贯道各主线都觉得很光荣的一件事情。今天很感谢各方面的一个关怀莅临或许在这里再代表一贯道总会致万分的谢意。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当天晚上，晚会由中华民国总会王市长主持。在晚会演出之前，吕副总统也特别前来向大家致意。首先恭喜世界总会高副市长为晚会揭幕致辞。今天是我们一贯道世界总会所举办的状元渡境评鉴会考暨金龙主持100周年庆祝活动，朋友们各界活拥参加，让本次活动更增添光彩。本人在此特表衷心的谢意。一贯道自历代主持以来，各位前人不竭尽所能，尽心尽力为提倡中华文化、改善社会风气、恢复本性的良知良能而始终奉献。一贯道为延续中华文化命脉，维护固有伦理道德而举办的这次活动，汇集海内外道亲及道亲子弟参与渡境会考，为文化扎根尽一份宗教人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一件非常有历史价值的活动。感谢所有参与这次活动的主线点头师以及道亲先贤，更感谢所有从国内外远道回来参与这次评鉴会考的考生，大家辛苦了，谢谢。Thank you all， 掌声谢谢刚好前缘，给我们的期许与勉励。每次呢，听到前人辈们的谆谆教诲，
从他们的一个慈悲的一个流露，在话语当中这样的一个勉励，常常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世间道路千万条，唯有修道不误人。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有太多的见证了。前人大的呢，每一个人的付出，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去感受、感动，甚至让我们再去发扬光大的。在这第一个100年，一贯道从大陆华北传到台湾宝岛，再传到全球5大洲，积极落实世界和平的理想。让我们一同为一贯道的成就来加以喝彩，请各位先贤用热烈掌声鼓励。Let's applaud the accomplishments of一贯道 all over the world. 儒释道其实都是一贯道，一贯之就叫一贯道。只要心中有佛，心中有道，我们在这里如今会好这样的成果是你的骄傲，这样的成果当然是你的道心，你们的家长，你们指导你们师兄所得的，以及对他们更是骄傲，所以这是人的。但是我在这里为好，晚上还有非常精彩的音乐节目，这些很好，非常感谢主办单位，也非常感谢所有参加的每个人。你在这里得到智慧，你在这里得到健康，你在这里得到信心，你的希望，这是你们的不会修来的。我再次感谢一贯道全国的协会能够邀请世界这里来，世界一贯道总会也进来台湾，这是很好的实现。由台湾走向世界，有让世界走向台湾，让所有人做到，我们一贯道告诉各位道非常的了不起。祝福在座以及所有参加会场的每一位道亲，谢谢，谢谢。晚会开始，台南玉山的宝光盛唐圣乐团，该团是具有国际级职业水准的国乐团。盛唐圣乐团是由一贯道王寿老前人于民国72年创立，至今已历22年。宝光盛唐圣乐团一秉音乐济世、移风易俗的宗旨，曾在许多政府及民间举办正式活动场合中献乐，并获全省优等或第1名的国乐团，得奖记录不胜枚举，名扬海内外。现场演奏曲目是《喜庆锣鼓》，本曲是以传统民间音乐为基础，将节日到来这喜庆欢愉气氛发挥出来，利用唢呐及锣鼓的效果，表现出修道人的大团结以及坚毅不拔的精神及优良的情操。罗汉戏日，在庄严的道场中，有一群面带威严却不失至子之心的罗汉，利用闲暇时刻，主动的吉林巡视，娱乐辛苦多年的修办道人。将军令，
雄壮威武的气势，俨如修道人的节，神圣不可侵犯。强盛音乐中，隐约吐露出上天慈悯，在低沉处表现出强烈的志节，在高昂处则流露着悲天悯人的胸怀。万家生活，万家生活是委托国家国乐团指挥徐春泉老师专为玉山宝光盛唐圣乐团量身打造的创作曲。乐曲是采用史诗叙述的手法表现，由盘古开天揭开序幕，到万佛降世，一路走来有喜有悲，各种冷暖必须自行体会。到最后乐曲结束时，达到高潮，借由彼此的互相扶持及鼓励，使我们修道人在龙华会上重相逢。接着演出的是安东祖三代同堂之读经表演。安东道场是世界总会高理事长所领导，民国86年开始即逐步推广儿童读经，多年来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高度肯定。此次小天使的读经表演主题是龙的传人，全场共分3段。第一段普天同庆又读经，舞龙开场，叫上天降道，犹如龙行草叶，造化人间。接着小天使的舞蹈，象征万物欣欣向荣，如嫩芽般逐渐成长茁壮。第二段书声朗朗遍九州，以台湾4大族群的读经声及舞蹈，代表全世界种族大融合，祈许天道海洋人间快乐又安详。第3段源远流长，盛世大同，以万国旗之旗舞，勉励海内外道经，共同为展现旅乐家园及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以报天恩师德于万亿。默而视之，学而不厌，诲而不倦。老师，这就是孔老夫子之德。大哉孔子，为微乎，以先王之道教于此地，流传于后世千千万万。于日常中，温良恭俭让。